高雄有冷冻食品厂，互人查到11吨外的过期肉，其中有的是毋止已经过期14吨啊。目前知影这个肉有卖去高雄4间餐厅，市府今仔日公布名单，嘛强调这个餐厅已经甲相关的肉品拢总落架啊。专家表示，虽然过期的肉煮过会当杀菌，不过嘛是有可能伫咧料理的过程当中去污染到其他的食材，所以建议过期的物件也是要淡掉，唔通搁食。 这2天都没看到。利用这间防止控卖过期肉的冷冻食品厂甲食品行，早时到营业时间也是大门锁条的。市府检视这堆肉，发现有一寡已经过期14吨。该公司肉品流向本市4间餐厅，有洲际酒店、联上大饭店、都会生活开发有限公司、前镇台旅及新兴乐品。相关肉品已全数预防性下架。 卫生局公布过期肉流向高雄4间餐厅，嘛表示这餐厅已经全部预防性下架。这批肉过期时间牛肉也无法度确定，鸡肉、猪肉过期3吨到4吨，有一寡鹅肉看到今麦已经14吨，有可能继续改标搁再卖。过期我都没有出去啦。再来就是说，我们肉鸡篮子是大家是流通来装的嘛，我送去客户，但是我留在那边，别的厂商带走啊，所以它外面的贴纸都还是旧的啦。防止控卖过期肉业者讲，虽然肉品处理过程有缺陷，毋过伊无来改标搁再卖。毋过动物专家则是提示，过期肉虽然会当透过高温杀菌，毋过也是有互相污染的风险。作品你一旦拿出来在厨房做料理的时候，其实它里面的微生物也会污染到其他食材，造成交叉的污染，所以会造成食物中毒。 市府表示，这批肉出过确定的日期、品项数量，当咧邮检调侦办。卫生局嘛加重裁罚贩售的业者840万。记者王刘婷、陈坤个报道。